这几档真侪国际的大团体来到高雄咧表演开演唱会，即马伫咧高雄的世运馆要来举办演唱会，今年是已经安排到年底去啊。不过有议员伫咧审查相关的预算，批评市府拢无咧甲人收租金，敢若靠市府出钱来咧维护这个场馆，实在是无合理。因为文化局表示讲，演唱会租金的收费办法是已经送去到市政会议咧讨论，按算今年开始就要针对演唱会来收租金。 精彩表演满场的观众，高雄国家体育场因为免收场地租金，嘛无针对门票的收入抽成。这几年声真侪国内外歌手团体来办演唱会。根据市府统计，114年高雄拢总办109场的演唱会，带来52亿的观光效益。虽然议员认同市府的演唱会经济做法，不过议员认为中央爱地方大馆国体场，市府场地免贵少人益，煞爱家己认钱维护，真正无合理。除非中央再把维护经费给我们啊。 是不是？那不然的话，我们管这个场地，然后也不收租金，然后还要负担这个维护的费用，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。包括交通局，他还要编100万，是否这些的加班费？这个都是我们的公务预算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不平衡的状态，到底要持续多久？ 高雄市议会29审预算，文化局今年针对国体场编4700多万的设施使用费，和议员判完全无改进，要求爱回归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开始收租金，嘛爱比照台北门票爱抽成。对此，文化局表示，场地租金的办法已经准备送市政会议，按算今年会针对办演唱会开始收费。 这个收费办法目前已经签到府方啊，我们跟市长报告完之后，应该就可以送进这个我们的市政会议。文化局表示，虽然无收场地租金，去年也是有收水电钱2311万。不过，议员认为国体场启用到今已经17档啊，真侪物件拢爱开钱还新。尤其今年演唱会已经排到年底去，伫咧市府无甲收费做法讲清楚进前，文化局的预算会先坑咧。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场报道。